今年是德国 IF 世界奖70周年，嘉义甲德国 IF 世界奖合作，伫嘉义市博物馆办一个 IF 嘉义世界展，特别展出在地得奖的作品，要互大家来欣赏咱台湾出品，确实袂输人。协助市场艺术的风群大纸，用回收希望制造的墨镜轻，佮有包括建筑空间包装活动欣赏者捌着过德国 IF 世界奖的作品，即摆拢伫嘉义市博物馆内底展出。这些展览都只能在首都或者是国际的一些国际城市才看得到。那我们很开心这一次邀请到 IF 这边一起来合作。那趁他们70周年的时候，把他们这2年的得奖作品一起带到嘉义市来做展出。这个世界奖的展览，甲2002年到2023年之间，有过 IF 世界奖的120件作品做一届来展出，其中佫设置嘉义专区来绍介嘉义得奖的一寡作品。事实上，我们有很棒的这样的专业，就是希望这样发扬光大。好，我们阿里山林业铁路也希望能够借这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设计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去注意到讲，发现设计力导入了真侪国外的人客，包括着咱家己本身以前的咱的家己人，拢感觉那无发现到这个物件，这个建筑有这么的漂亮。嘉义市政府表示，德国 IF 设计奖是世界知名的设计奖项之一。欢迎70周年，邀请因为10月初3开始，到明年正月初3来办展览，希望会当互民众透过展览来了解设计对生活也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甲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